拜托你一件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如果有一天，因为其他别的事儿，我离开你们了，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啊？不是，我就随便一说，我就真离开了。你答应我这件事儿啊，你说。替我好好照顾依然跟依莲，一丁点的委屈都别让他们受，行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好了，这照顾依然跟依恋这事儿呢，要靠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话我明白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乱七八糟！我发现你喝点酒还花挺多，还。没有，我就是瞎说。就是咱换个边想，就你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美兰你。那肯定的，这不用你说啊。就说你跟依然没这关系啊，我跟依然也是朋友，他要什么事我肯定得帮忙啊。你记住你说这句话。哎，我这又干了，我这刚喝了一点。行，干。哎你。干嘛这么盯着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想把你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想你的时候就翻出来好好的看。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你身边啊，还用刻在脑子里啊？哟，要刻的。记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，让我抱抱你吧。来。真希望一辈子都能这样抱着你。我也是。抱得紧紧了。少宇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少宇，少宇，依然，我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的疑惑，也会找很多理由替我开脱。但对不起，我和你分手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怎么了？
他回家了。这什么情况呀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演哪出呢？这是？你们这吵架了还是怎么着了啊？赶紧打个电话。啊！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转拨。Sorry, mobile reception. 关机了。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，为什么突然回来了。我回来是因为我想通了，我不能扔下公司不管，扔下你不管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我的真心话。从小长大，我在你身边的时间不多，也没有好好的孝顺你。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失去了理智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在情感上，我觉得我伤害你了。这些都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太干涉你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，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。去超市当搬运工，妈看着心疼啊。回来就好啊。我现在也知道了。自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想回到原点，做原来的谭少宇。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还是新华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我的好儿子。来，吃个橘子。谢谢妈，我先上去。这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啊，东西往这儿一扔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好了，你呀也别替他说话了。我工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没有责任感的员工。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啊，甩手掌柜当惯了的。没什么问题吧？还好的。怎么样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好，别紧张啊。他的骨头呢已经接好了，只要他好好休养，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别担心。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可别成了残废啊！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一般的骨折，只要他好好的配合治疗呢，这腿就没什么问题啊。拜托了。没事，应该的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好，嗯，谢谢大夫，不客气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李爱宝，你告诉我，你孙叔叔让你去工作，我同意了。你说他能给你升职加薪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帮你收东西。我以为你到工地只是去发东西、看看图纸，你干这么危险的活，你告诉过我吗？你这是摔了腿，你摔残了、摔傻了怎么办？回来！你们是他的哥们儿吗？是他的朋友吗？那么危险的活，你们劝过他吗？妈，他摔死了怎么办？你说人家干嘛？我这不还没死吗？阿姨，
阿姨，不是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啊，你看给老太太急成那样啊，一句我没死就给你妈火了，那是你妈李爱宝。那我怎么跟她解释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上工地去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被单位开除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了50万把腿砸成这样？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我们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出今儿晚上，你妈就能把这来龙去脉都摸清楚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我现在发现你那么毒呢，你啊，一个人跑工地上睡觉去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呢？还忙着见天见不着人，还出差，哈，感情是一人啊，跑到工地上自个儿跟自个儿玩命去了是吗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啊？你告诉我，林天乐，你是我哥们儿，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有什么事是你自己能解决的呢？你不还得找你奶奶吗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跟你说有用吗？你能解决问题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？啊？好，我假设啊，你今天没出事，你今天没被打到医院来，你就能保证你不撞见你妈？你就能保证你接完这活能找到下一个？你就能保证你们家老太太不为了关心你给所里打个电话？你能保证你能赚到那50万？你能保证吗？你什么都保证不了。你能干什么？